性別研究嗰方面係有貢獻嘅。咁我印象喺一啲嗰啲講座或者嗰啲中大嗰啲專題，類似呢啲節日咧就見過黃晶教授咁啊。其實今日呢個題目咧，大家可能就即係我哋冇特別 highlight，但係其實係講下嗰個家庭價值，因為黃慧晶就係寫咗呢個家庭價值嘅聖戰者呢一篇文章，所以係即係今次都特別請你同我哋分享下，睇下有啲乜嘢我哋去回應翻，即係到底核心嘅家庭價值啊，或者係所謂原生家庭，或者你裏面提到啲勢協或者係家庭聯盟啊等等呢啲，我哋點去做睇嘅？將場交俾黃教授。係啦，我自己唔係諗住咁講添。你隨便得㗎啦，係咯，爆肚都得㗎啦。但係咧，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其實一陣間都可以 focus 喺家庭價值再講下。OK 好。咁，但係我自己因為其實之前都有喺學會講過一次嘅，咁其實我就都會跟翻嗰度一啲嘅重點去講啦。咁主要係對成個professor 嚟㗎嘛，梗係唔係原價值主義呢個東西啦，所謂即係都有一啲嘅了解咁，同埋大家分享。我都覺得其實講宗教右派有好多嘅唔同嘅爭議啦，有啲就話係㗎啦，即係香港發生嘅事係宗教右派㗎啦。咁但係嗰啲有關人咧又唔係，我哋唔係宗教右派，我哋又唔會支持以色列乜嘢，我哋又唔會即係咁。即係呢啲嘅爭論啦，咁所以我覺得可能個重點反而我試下想同大家傾下就係宗教同政治啦，同埋其實宗教本身即係作為一個信仰喺政治參與過程裏面，其實會出現一啲乜嘢嘅問題，或者其實原價值主義係其中一種嘅 manifestation， 即係一種嘅現身。咁但係其實都有其他問題值得我哋思考嘅咁所以我自己嘅樂天有樂呵，係咁我自己其實就我諗有啲可能喺其他嘅 chapter 都會討論過，咁我好快咁樣我即係講翻我大約嗰啲重點啦。咁如果但係中間有啲咩特別有興趣想傾嘅，可以再傾多啲。咁然後或者即係對家庭價值呢個議題有興趣嘅，亦都可以再傾咁樣咯。咁好簡單咧，即係開始嘅時候就係即係一路講原教旨主義咧，其實成日都有一個誤解啦，就好似係講緊而家即係特別美國成日都喺度講緊恐戰，即係恐怖戰爭咁，成日都好似等於就係伊斯蘭世界咁。咁但係其實原教旨主義呢個名目咧，其實係由美國開始嘅。咁頭先Anthony 都講開，即係成個基督教嘅發展咧，其中一個即係好關鍵嘅點咧，就係喺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嘅時候，即係聖經咧就出現一個好大嘅轉變，即係嗰個研究出現一個好大嘅轉變，因為多咗啲考古多咗好多即係歷史嘅批判嘅研究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幾大嘅威脅嚟嘅，即係對基督徒嚟講，一路以為即係本聖經好重要好重要咁所以從嗰度開始，其實個原教旨就係咁樣出嚟嘅，即係話係20年代嘅美國基督徒覺得唔得啦，我哋要講翻究竟我哋信乜啦，唔可以搞到散晒啦咁所以其實佢哋出咗一連串嘅即係一啲嘅單張或者一啲聲明咁樣，其實強調翻佢哋嗰種所謂基要信仰，咁就係呢個 fundamentals 就係呢個字咁樣出嚟。咁所以基要信仰都知啦，聖經無誤同精女即係瑪利亞嗰扎啦，即係都再諗下嗰啲咁就同而家我哋所了解嘅原教旨主義其實就啱啱相反咗嘅，即係其實係美國新教，而家好似係變咗係中東嘅伊斯蘭教咁。呢個其實有冇機會傾過嘅？之前都有。冇咁仔細，我有啲問冇咁仔細。係嘛？係啊。因為嗰個其實最主要就係個分野就係一個 Christian fundamentalism， 一個 Islam 但係佢哋最初出嗰陣時就係叫自己做 fundamentals 嘅。因為佢哋不嬲啲美國人好自我中心㗎嘛。
但係好似呢個原教旨主義咧，正如好似阿黃教授講，好似偏向於我哋聽好似原教世界。係啊，成日都以為係嚇。咁所以，但係因為呢個係嗱，如果即係睇翻時間咧，係20年代美國開始咁樣用呢個字啦。咁但係點解會成為一個世界嘅關注，又將佢黐埋伊斯蘭教咧？就係1979年發生嘅即係伊朗嘅伊斯蘭革命。咁呢個又係轟動世界嘅，即係高米尼成為咗Khomeini嚇。咁嗰個就係將而家，因為伊斯蘭世界其實講返再遠啲，其實好耐㗎啦，即係土耳其 Ottoman Empire 嗰度成即係中世紀已經一段好長嘅時間，咁但係從未試過用咁樣嘅形式出現。咁而喺高米尼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要對抗西方、對抗美國嘅控制，嗰度好長啦，即係成個中東嘅歷史嘅發展啦。咁然後提出話要用伊斯蘭治國先可以挽救翻佢哋國家。咁伊斯蘭治國一夜之間都差唔多咁講，即係變成好保守嘅國家，即係一定要跟翻住伊斯蘭嘅法制、衣着啊、法庭上面嘅即係法律啊。即係經濟啊，即係所有成個本質，因為其實呢個係伊斯蘭嘅理想嚟嘅。即係伊斯蘭嘅理想其實係一個國度嘅實踐，嗰個國度嘅實踐咧就係用 Sharia 即係伊斯蘭嘅嗰個法制去管治成個。咁所以嗰個係突然之間係震動成個世界，哇！仲有啲咁嘅事發生嘅，仲可以咁樣發生嘅。我哋講緊世俗主義㗎啦嘛，點解伊斯蘭可以咁樣？咁所以其實而家我哋了解嘅原教旨主義就會冧咗去嗰個咁樣理解，咁亦都係因為嗰件事之後咧，其實宗教嘅特別係所謂原教旨嘅宗教嗰種嘅模式同政治嘅關係重新上翻世界嘅 agenda， 因為一路以嚟咧，大家如果去讀過Max Weber 嗰啲咧，就覺得已經過去㗎啦，即係宗教再統領政治嘅世界係已經過去嘅事，咁但係原來唔係，即係喺20世紀再重新出現。咁其實呢個亦都係我覺得呢個成個我哋而家所講宗教右派有趣嘅地方，就係宗教同政治。因為咧，而家我哋所講嘅保守嘅福音派咧，其實有一段長嘅時間咧，就係因為聖經咧搞到話又用歷史研究，又用裡面嘅政治嘅即係分析咁樣，咁令到佢哋覺得唔可以咁樣，要翻去最純正嘅宗教信仰。咁有一段時間咧，其實係用所謂宗教同政教分離呢個概念去講，咁所以其實宗教唔介入政治，政治唔好介入我哋宗教，即係嘗試係用呢個咁嘅講法。咁所以係比較。呢個其實係即係 Catholic 嗰個係 basic 嘅 theology。係又係又唔係咯，因為你知。即係如果當然我明白你講乜嘢。係啦，改革宗之前嗰個教皇其實就係個君王咁，就係嗰個權利。咁呢個其實亦都係有 Protestant 嘅傳統，即係要有個 anti-clericalism 啦，即係嗰度有一個好重要，即係法國大革命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嗰個思想。其實現代主義裡面其實就係要將宗教嘅權削翻去一個所謂即係私人嘅領域咁樣。咁但係就唔係啦，即係其實就係開咗個新嘅局面。重新成為一個好重要嘅政治嘅議題。咁但係咧即係我下邊嗰個點可以基要主義嗰個點，其實我都講咗。咁基本上就係而家變成係負面㗎啦，嗰個基要主義，同埋咧通常差唔多等於伊斯蘭。咁呢個係一個錯認嚟嘅，其實。咁有一位好出名嘅美國學者咧，就做咗即係世界唔同嘅原教旨主義嘅一啲嘅現象嘅研究啦。咁其實佢就大約歸類，其實都好難歸類，因為其實太多，你知任何歸類都係 artificial 嘅，即係人工化嘅。咁所以其實佢係有出現咗好多唔同嘅狀況裡面，嘗試去理解乜嘢叫做宗教原教旨主義咧咁。咁就有嗰4點，即係第四個就 slice 嗰4點。第一個咧就係有一班自認係真信徒，佢哋實踐嘅一套可辨別嘅激烈嘅宗教行為模式，呢個激烈其實都未必等於暴力嘅嚇，即係唔 necessary， 但係一個即係好 radical 嘅一個 affirmation，佢哋係好強烈咁樣去認為佢哋呢一個就係最真嘅咁樣嘅行為模式。咁個目的係咩咧？其實就同成個現代西方嘅發展有關，就係希望可以重新去肯定翻宗教嘅身份啦。即係話，因為越嚟越
唔知道啦，越嚟越鎖，即係譬如如果我哋用翻農村同市鎮嘅發展就好清楚，即係農村嘅身份好清楚，去到市鎮已經模糊。咁以前嘅宗教即係有天主教嘅教省啊，劃定晒啊，咁有教會，你每個人都係一出世就喺教會度登記，咁即係其實嗰個身份係好清楚認定。咁但係越嚟越個世界唔係咁樣，咁所以其實個身份係越嚟越模糊，越嚟越守唔住嘅。簡單嚟講，咁所以其實喺唔同嘅宗教原教旨意嘅狀況底下出現咧，似乎都係想嘗試重新去鎖定呢個身份，即係我哋係乜乜宗教嘅咁，以呢個宗教咧去維係翻佢哋群體嗰個分界，同埋即係積極去創造一個所謂世俗嘅結構同埋過程嘅另類嘅選擇，即係我哋唔再想跟呢一個，我哋想有另一個，咁樣去揾出呢個即係用宗教身份嚟做一個即係最終嘅歸宿咁樣，即係要鎖定呢樣嘢。或者跳落去第6嗰個咧，即係講一個叫 CCA 啦 ，Christian Coalition of America 都好重要嘅。喺譬如布殊總統嘅時候非常之重視啦 ，Republican 嘅即係美國嘅共和黨嘅叫做咩？Presidential candidates， 即係嗰啲即係要去選總統嗰啲人咧，總統候選人總統候選人一定會請佢哋嘅人嚟講嘢嘅，喺佢哋嘅大會上嗰啲 primaries 即係嗰啲黨內嗰啲選舉委員會一定，因為佢哋所訴諸嘅群眾咧好大啊，即係同埋嗰個力量好強啊。咁所以即係有好多數據㗎啦，即係美國嘅學者做咗好多數據就話佢哋佔差唔多喺 Republican 嘅 candidate 即嘅 election 即係嗰啲選民咧係可以去到2/3咁滯嘅，即係相對於其他嘅 affiliation， 咁所以好重要啊！咁我覺得可以同大家睇少少好簡單，英文係咪有冇問題啊？冇問題嗬。咁有幾點嘅啫，想同大家睇一睇就係你好。唔好意思，阻住你。唔緊要。唔該。嚇咁好。咁第一咧就係我哋而家如果我哋講咩宗教右派咁樣，好多時會聽到㗎啦，就話而家我哋成日都俾好多唔同嘅主義去轟炸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政治嘅一啲操控去轟炸我哋，咁所以咧令到我哋佢用 Americans 即係美國人嚟轟炸咁令到佢哋咧好難。跟住第二句咧就去分乜嘢係真，乜嘢係假 ，true from fiction， 同埋咩係啱，乜嘢係錯咁。即係佢哋好想揾翻個 truth， 揾翻個 right， 但係咧而家係越嚟越多唔同嘅主義，包括理性主義咧，佢梗係鬧埋或者所謂即係性嘅解放主義啊等等。咁所以咧，佢哋話要翻去最基本嘅，咁喺佢哋嚟講咧，佢哋就用咗 pro-family agenda， 即係用維護家庭呢個咁樣嘅議程咧，作為一個基礎咁樣去統領翻佢哋嗰個 campaign。現在香港嗰度嗰啲所謂宗教右派其實都係玩緊同樣嘅遊戲。所以係啊，其實咧即係好 amazing 嘅，即係我都做過啲分析係比較究竟而家美國人即係 American Christian Rights 嘅所謂，佢哋所用嗰啲 strategy 咧，其實我哋香港嘅宗教派全部用晒㗎啦，已經全部用晒。全部都篤晒。係啊，全部都。咁嗱，你可以睇譬如下邊 Our Mission 咧就係咁樣咯。Our Mission 其實就係話要讓基督徒喺而家呢個社會同埋政府裏面咧有翻佢哋嘅聲音。咁有聲音咧，包括佢哋要代表成個即係pro-family point of view 啦，即係嗰個維護家庭呢個觀點，去到嗰啲地方嘅政府啊、學校啊，佢哋其中一個 strategy 好強㗎。學校好緊要。就係校董嗰做，即係家長家教會啊、校董會啊咁樣，即係入去影響學校嘅嗰個教育嘅方向。咁然後即係唔使再講就係 state legislation 同 Congress 嗰啲啦。咁然後要喺公眾嗰度喺媒體嗰度要即係出聲啦。咁所以佢哋有自己電台啦，一個我後邊有兩張 slide 講嘅 CBM， 咁香港都有㗎，叫史國恩啊，就係香港嘅分會嚟㗎。咁然後咧就要訓練嗰啲人去打仗啦，即係教佢哋點樣去爭取啦。咁所以咧有一段時間都有好多唔同嘅地區咧
譬如進佔 student 即係 school council 係一個啦，然後去即係凡係一有啲但係去爭取一個叫 Marriage Act 喺要重新寫清楚每一個，你知美國係用聯邦制啦，咁所以其實每一個地區都可以有佢自己嘅，每一個州都可以有佢自己嗰個法律。咁佢哋就要爭取每一個州咧都寫得好清楚，喺個 Marriage Act 裏面係一男一女嘅婚姻咁樣。咁呢個都打咗好多場仗，我哋贏咗好多嘅其實。咁但係而家又好似停咗啦。咁因為美國嘅政治氣氛嘅問題。咁嗱，呢個第8個 slide 嗰度咧，其實我用一個字叫 interventionist approach 啦，呢個其實都幾關鍵嘅。亦都係我話即係政治同宗教值得要諗嘅地方，因為佢嘅 interventionist approach 咧就係從以前咧係要所謂政教分離，所以咧福音派嘅人士係鼓勵唔做政治嘅參與。到咧呢個 movement 開始咧，其實 Christian right 現代 Christian right 嘅開始，其實好積極話，我哋要有翻基督徒嘅聲音，我哋要影響我哋嘅政府，甚至佢哋一個呼籲咧，就係話要將基督徒咧好似俾人哋抌咗落去成個社會嘅底層，我哋要爬翻上去頂層。咁所以咧有唔記得咗即係喺後邊有咗Pat Robertson。Pat Robertson 其實係 run 個即係presidency 嘅，即係佢係 run 個 candidate。咁因為佢啲言行實在太露骨，所以佢覺得嘅即係出唔到啦，即係喺共和黨自己個選嗰度出唔到。咁但係佢哋嘅意思就係我哋要喺最高嗰度影響翻落嚟，令到成個社會可以歸翻入個正軌。咁就係一個佢哋認為嘅正軌。係佢哋嘅正軌當然嚇。咁所以喺第8個 slide 嗰度咧，我即係有幾點可以望一望嘅。第一句啦，play an active role， 好積極嘅角色喺政府嗰度。第二咧就係 able to change policy and influence decisions， 可以影響政策同埋決定。咁然後跟住咧就係要 involve in the world around them。嗱，如果我哋唔睇係邊個講咧，其實呢啲 principles 我哋會中意嘅係嘛？即係我哋都覺得基督徒唔應該係即係處於世外嘅，應該係好積極參與我哋嘅政府同埋社會嘅建設嘅。咁但係咧最尾嗰句啦，即係我用黑色嗰度粗體嗰個。咁呢個 action 係為咗咩咧？去 preserve 去保存啦 ，protect 去保護啦 ，defend 去維護啦個 Judeo-Christian values。咁佢好清楚嘅係有一個目的同埋價值，就係佢哋認為嘅基督教嘅價值啦。That made this the greatest country in history。曾經令美國最輝煌嘅時候，就係因為呢個 religion， 所以我哋要翻去嗰度。咁呢個亦都係即係佢哋嗱，如果係積極參與唔係問題，咁但係帶住一個好強嘅基督教，佢哋嘅一個基督教嘅願景同埋嗰種希望可以即係影響成個國家，以至影響成個世界嘅咁樣嘅一個目標咧，其實就有佢嗰個危險性喺度。咁跟住嗰啲咧就係香港。即係我們的吶喊呢個就係喺明光社網頁抄落嚟嘅，咁其實只係做一個對比啫。即係其實我頭先講啲嘢咧，其實佢哋再出現翻嘅。譬如講香港社會世風日下轉壞啊，我哋要即係要將呢個社會改變過嚟啊，倒風啊，家庭瓦解啊，道德淪亡啊，傳媒越嚟越多即係被污染啊，自由被濫用啊，咁呢啲就係佢哋基本嘅 argument， 其實就係想翻去。重新去鼓勵香港嘅基督徒要積極去介入社會，去影響社會，特別喺道德同埋家庭同埋即係媒體嘅監察呢方面可以做啲嘢咁。咁所以其實個精神係咁樣沿住落嚟啦。咁下邊咧，其實我就係想用一個嘅概念咧，同大家即係可以傾下嘅。其實即係我頭先講，即係其實一定程度上呢種嘅宗教嘅原教旨主義咧，其實係一個 reactionary movement 啦，可以即係一個反向嘅一個咁樣嘅運動。針對嘅咧就係喺現代社會裏面宗教嗰種勢力嘅衰微啦，即係越嚟越邊緣化啦。喺勢力嘅衰微之中咧，即係所謂倫理嘅宗教咧，就變成咗冇一個一定嘅標準，變咗係所謂多元化。多元化咧係可懼嘅，即係喺呢個 context 嚟講係得人驚嘅。咁然後咧嗰個管治嘅權力咧，亦都係因為越嚟越邊緣，亦都削弱啦，即係越嚟越冇一個影響力啦。而家有影響力嘅咧，
好，即係其實係國家啦，國家有權去立法，咁所以佢要進翻入去國家成個立法嘅機制裏面。不過如果喺globalization 咧，即係全球化呢個討論，連國家都冇權嘅，其實仲有一個再大啲嘅勢力喺度，連啲國家都冇辦法去完全控制佢自己嘅政策嘅決定。咁所以出現咗嘅咧就係社會同埋宗教身份嘅危機。咁嗰個點做好咧？翻去以前啦，佢覺得以前係最好嘅。以前冇呢個問題嘅。咁甚至咧就有一啲地方有啲情況出現咧，就係為咗達到呢個目標咧。我哋要作啲犧牲，咁就開始即係暴力呢個議題都進入去佢哋嘅即係一啲討論啊，或者係嗰個範圍嗰度。咁宗教嘅歸信作為霸權呢個概念，我諗我講埋呢一點，我哋停喺呢度可以傾下當。即係霸權呢個字咧，好多時我哋而家用嘅時候都會覺得係比較 negative 嘅，又係即係地產霸權，咁梗係要嚟鬧啦，係咪？咁但係霸權呢個字 hegemony， 即係如果呢個字本身出自意大利嘅一個共產主義者嘅 Gramsci 咧，格蘭西講嗰種 hegemony 咧，其實就好有趣嘅喺呢個情況底下睇，因為佢講緊係一種統領輿論，以至達成一種社會最大嘅社會效果嘅一個咁樣嘅行為嚟嘅，或者一個咁樣嘅能力嚟嘅。咁所以佢講嘅時候咧，係用共產主義去諗嘅，即係佢希望共產主義可以有一日咧係統領咗 proletariat 嗰啲無產階級嘅人，去達到一個共同嘅目標，然後咧將進行一個社會革命。咁但係咧即係共產主義，我哋知道而家遇到好大困難啦。咁但係如果睇翻宗教嘅原教旨主義咧，佢哋喺呢度好成功喎。Exactly 佢哋就做緊呢幾樣嘢咯，即係話用緊一種其實霸權裡面咧，其實點樣可以發揮嗰種影響力咧？其實唔係攞住把刀或者攞住支槍，而係有一種嘅說服能力，令到大家都同意嘅，自願地參與，自願地成為一份子，係有個 consensus 嘅同意嘅。咁先至叫做統領，咁所以呢度即係宗教就最有呢種能力嘅，其實通過不斷咁樣重複啦、講道啦、權力啦、聖經嘅權力啦，或者傳道人嘅權力啦，咁其實佢係有好大嘅動員同埋處理嘅能力。咁喺香港亦都有學者分析過咧，其實基督教咧，因為殖民地嘅即係離去啦，即係以前英國係有意無意之間係一路保護緊基督教，唔係無意嘅，係有意地即係保護基督教。因為其實都有一個嘅講法咧，譬如基督教學校點解會咁多咧？有人揾過資料咧，就係即係其實聖公會嘅會督啦，呢個係一封信寫俾教育局嘅官員，就話我哋其實多一間基督教學校咧，其實就會減少喺共產主義喺香港嘅影響。咁所以其實香港政府係即係支持基督教，其實都有一個好政治嘅目的喺後邊。咁 in any sense 就係我想咧就係即係喺宗教嘅影響底下咧，其實對社會會係一個乜嘢嘅效果咧？其實係我哋係值得諗啦。咁所以其實喺第11個 slide 咧提咗一紮問題嘅宗教歸信。即係令人哋信一個宗教作為一種意識形態，作為發展成為一個霸權，佢其實係做緊啲咩咧？譬如第一個問題，佢究竟提供咗啲乜嘢俾佢嘅歸信者咧？我哋俾咗啲乜嘢俾我哋嘅信徒，以至可以其實都係有呢個所謂意識形態嘅作用喺度咧。又或者係點樣促進？究竟佢係促進緊社會嘅保守，定係促進緊改革咧？如果喺原教旨主義，因為佢一路要望住後邊，佢翻去以前最黃金嘅時代，咁所以其實係無可避免地係一種保守嘅價值嘅，即係重新抬頭或者係重新嘅提升咁樣。咁然後將宗教嘅理念同埋價值作為一種文化嘅表述係咩意思咧？佢點樣即係我哋成日講真理，咩係真，咩係假，乜嘢係基督教嘅最核心嘅一啲價值咁，究竟呢啲咁樣嘅講法其實會有啲咩嘅效果咧？咁宗教嘅願景成為另一種嘅社會想像，喺原教旨主義裏面好清楚嘅。而家呢個社會係墮落嘅，
我哋希望翻返去一個由宗教價值統領嘅社會，先至係完美嘅。咁於是就向住嗰度去。咁個問題喺邊度咧？同我哋所講一個理想社會又有咩唔同咧？然後最後個宗教遊說啊、論説啊，係咪其實都係霸權嘅建立咧？我哋點樣避免呢樣嘢咧？如果我哋唔希望係咁樣嘅話，咁我諗即係其他啲都係一啲相關嘅問題啦。我可能停呢度，或者大家即係可以傾下，再討論下先，再有興趣先再講落去啊，好嘛？好。